我们准备好了。哦，那可以。哎，好了，当然就谈的能力，能力的一些专注生给方面去，但专注生给方面的人家这些项目或者端的，人家了，你讲的生给方面，人家送下那样的菜呀，得是多少菜的哇？你 Yes, 这能不讲究方面的送了呢？那个这 yes. 些。那我们呢，就如同往常一般，就是上课前呢，先观修皈依和发心。那观修皈依的部分呢，就观想对面虚空有导师释迦世尊，那世尊的两旁呢是持世，还有文殊菩萨。那他们的周围呢有八大水佛子围绕。那在他们的下方呢，就是以吉天菩萨为首。那所有旁边有龙树，还有无着等其他印度2圣6庄严或17班智达的印度祖师围绕。那在他们的下方呢，就是以宗喀巴大师为首，那有藏传，无论是前红旗或是后红旗，所有藏传，四大教派所有的祖师围绕。那在他们的下方呢，就是以尊者还有我们的根本上师为首。那观想他们都是真正的佛。那成佛的方便呢，也就是灭地和道地。那心虚之中呢，具备灭地和道地功德的，圣僧呢，就是所谓的僧宝。那在了知三宝之后呢，那我们就自诚的对三宝做皈依。那我们皈依的目的呢，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安乐，也不是为了自己能够脱离轮回的痛苦。那总而言之呢，我们皈依的目的呢，就是希望一切有情呢都能够快速的成就佛果位，然后为此而做皈依。
呀，他等的几期，他等的我是生给国面的呀，等的生给国面的就送了呢。那观修完皈依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就是观修发心。那所谓的发心呢，就是为利一切有情愿成佛。那为什么要发下一个为利有情愿成佛的大愿呢？那就是可以从2个角度呢去做思维，一个就是透由七因果的教授，那另外一个呢就是透由自他换的教授。那透由七因果的教授呢，最主要就是从了解之母，了解一切的有情呢都曾经当过我们的母亲。那一切有情在当我们母亲的时候呢，就如同这一世的母亲一样，不顾自己的安危，然后不断的呵护我们。那所以为此呢，我们要报答母亲的恩德，也是为了报一切有情的恩德呢。所以最好的方式呢，最好的报恩方式就是让他们获得最究竟的安乐。那为了让一切有情都能够获得最究竟的安乐呢，那唯有自己成佛之后呢，才能够帮助有情获得最究竟的安乐。那透由这个呢，去思维是起因果的方式。那自他换的方式呢，就是了知说自己呢是希望离苦得乐的。那同样的呢，其他有情也是希望能够离苦得乐的。那在这一点之上呢，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其实一切的苦乐呢，都是关待于他人。当其他有情呢能够获得安乐的时候呢，同样的自己也可以获得安乐。所以想要让自己获得最究竟安乐的方法呢，那就是让别人也能够获得最究竟的安乐。所以透过此方式呢去思维，那也就是自他换的思维方式。那在思维了发心之后呢，那接下来就是立下一个誓言，从今天开始呢，乃至未证菩提之前呢，我都尽我的有情，我都尽我的能力呢，不去伤害任何一个有情，然后也尽我的能力呢，去利益一切的有情。
也是他等那几切，他等归上士、归佛、归法、归僧、归上士、归佛、归法、归僧、归上士、归佛、归法、归僧。诸佛真法显身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依。我以所修说法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真。诸佛真法显身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依。我以所修说法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真。诸佛真法显身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依。我以所修说法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真。当做da dembashi minam gomchu se di do tsaro 第做在是。da sumba ten di de nyamso lenchu se derbe 短短的念珠轮珠的了下。了是我们就说你们写去看da sumba ten di de nyamso lenchu ni Nyingda jella mangdu sochi cel pembe damga dombo dilate la so togi kegi tugdiru zoji chomdenki is da tere ta ten dunde nyamso lenzu sheba asel ta ten dunde nyamso lenzu sheba asel ta kanema tholam gyula kesu kolam gyula kesu da dega na shi ane kolam gyula kesu dilaya ane jigi dembashi milam ane mikwa da naba komsu oda dene ngla soba de dagi ane sum da jigi nyamsulen su mambu ji sumba inza da de da tamji ten de nyamsulen su di kares da dilya ane shologa jigi dilya nyanda jela mando sonji se pembe da mato dila de kyegi de duzu ji chomden ki ane semne chegi zawa meya semne chegi zawa labar song oda di chat odi shologa chidres 那上一堂课呢，我们是讲到了，就是上一堂课是讲完了，就是于心绪中争取修道之理。那这部分呢，我们已经讲述完毕。那今天呢，就是从第3个科判，就是摄意后修持之理。那为什么讲这个摄意后修持之理呢？因为主要呢，就是在之前呢，已经讲到了说，在心绪中呢，如何升起见道，还有修道。所以呢，那这边就做一个总摄。那特别是说，像是在升起修道之理的部分呢，有讲到像说修习四谛所缘行上这一些的部分，所以在这边呢，就是做一个总的收摄。那这个寄颂呢，就是在亲友书第116个寄颂的后2句开始，就是从离位何须更繁数，有意窍诀此意障，汝当调心世君乃诸法之根本。la so da di indu da tanda de ya zawa de ya ani khares na nyengdang chelas de nyengba sheba de jigba da chawa jigba sigwa che jigba da chawa asigwa da de la nyengda chela se de jigba da chawa se de sula sungu yores na gebo la bebe sigre de gebo la ya tanda ani gebo se gi
베베기 찌들이야 지과다 차와 키랑 생겨다 지래죠 제가 다 된다 되는 지과다 차와 세디 아니 개부 다 키랑 아니 지기 가르쳐 그래 아니 다다 값서 봐봐 담사디 아니 개볼라 다바 임바 인자 이차네 아니 갑들이야 아니 개보 제보 세디 룽바들이야 톱다 왕당다 아니 지기 아니 소남다 간지돌 왕규르기 아니 유대다 tel라 왕규기 아니 차네 아니 고 셴라 레 모고 봐 셴라 지바 메바 오다 텐데지기 토네 아니 갑디 냥다 텔라세디 지바다 차와라세디 지켜지 아니 텐데지기 토네 아니 수고요레스 냥다 텔라세디 다 텔라 망도 쇠지 셀레스 켜라라 아니 다 가르레스나 아니 지 가르스고레 다지 최 냠수 렌수 아니 게 망부 다 셰모 바치스 그래서 다 망보지 시네 망보지 쉬데 쉬 망보지 냠수 렌수 망보 요레데 다 게베 송랍레 타바키부 치중게 냠수 렌수 아니 파진 출라서 바 냠수 렌수 아니 알아도 참인제라서 바 냠수 렌수 군제 명아 빙기 코네 냠수 렌수 오다 덴데기 냠수 렌수라서 바 망보 요바 인자 다 덴데기 망보 요레데 이네 쉬무고 바체네 다 조디 가르에서나 내가 젤라 펜 망도 쇠지 셀 펜베 당와도 뭐 딜라데스 다 조디 체 아니 알아서 나 아니 내갑다 체 윤군도 뒤 넘버 군도 아니 지 돌뒤니 아니 당와 냠솔렌수티 아니 가르에서나 오다 냠솔렌수디 가르에서나 펜베 당와도 뭐 딜라데스 그 유튜브들 제지스 다 조조데 가르에서는 최긴님 뭐 냠소 렌즈데 조 가르에서 라바 있나 나르 펜지 아니 소소소소기 셈 라완도 셈 왕도 두바두바데 셈 왕도 두야당 아니 자가나시 아니 셈 소소 랑게 왕도 두야당 람다 다다바도 가르에 제버레스나 소소 랑이 아니 셈기 왕도 송아체 로 셈데 랑이기 왕도 두마두바체 랑 셈기 왕도 송, 셈 녀모베 왕도 송, 아니 녀모베기 왕기 고숨기 제바나 소체 디 왕기 레사 아니 디 왕기 코아 참고야 되지 총요리 is 디 다 조디 가르에서는 쾌기 툭들 죄지 툭들스도 툭샤바데 셈레 제가 셈 뒤고요리 셈 교랑기 왕도 송아지 총소나 교랑기 왕도 유튜버지 총소나 나 최기 님보 냠솔린 디레스 오다 디레那这边呢就提到说离位，那这里讲的离位呢，就是提到说离开部位。那为什么讲到说离开位呢？那这个呢，其实就是最主要是龙树菩萨呢对于这个国王所说的，就是他现在呢主要是在教诫这个国王，就是说国王这个为什么会特别要对国王讲这个教诫呢？因为国王呢他是在一个地方呢就是最有权势、最有权力，然后福报呢可以称得上是最大的一个人。所以呢，这边就是指到说，特别呢，对于这个国王讲到说，国王呢，如果说你想要离开部位的话呢，那想要离开部位的话该怎么做呢？那这边就提到说，何须凡数？那这边讲的凡数呢，这边讲的凡数的这个数呢，它指的就是说像是其他修心的法门，像我们在讲到说，想要离开这些轮回的部位呢，那可以透过像是修习六度，或是修习慈心、悲心，乃至说七因果的教授，或是自他换的教授。但是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并不去特别讲述这些其他的教授，所以提到就是跟大王说，大王，如果你想要离开部位的话呢，那我们其实不需要讲太多。那就提到说有欲窍诀持意藏，那这时候就讲说，其实只有我们讲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呢，那它其实就可以帮助我们呢离开这个部位。那这个窍诀呢，这个心药的这个教授是什么呢？那这边就提到说，汝当调心，世君说，心乃诸法之根本。那这里呢就提到说，大王你呢就应该是要去做一个调心。那为什么要是调心呢？因为所有的教授呢，不管我们怎么讲呢，最主要呢就是要我们能够调服自己这一颗心。
因为如果我没有办法调伏这一颗心的话呢，那我们就是基本呢就是随着心所转。那我们随着心所转，那心呢又随着烦恼而转。那心随着烦恼而转的时候呢，就会造下种种三门的恶业。那造下了三门的恶业之后呢，那最后所感的果报就是不断的在轮回里面流转。所以呢，我们最主要呢，就是要能够调心，让我们的心呢，不再随着烦恼而转，而是自己有能力呢，去掌控自己的这一颗心。所以呢，这边就提到说呢，汝当调心。那为什么要调心呢？因为世尊呢有说到说，心呢它是一切诸法的根本，所以最重要的呢，就是我们呢要做到自己呢能够调伏自己的内心。哦，人切的指示，人切给卡巴卡切马松。好嘞。哦，他指示，他给了。好了，对，他这里去突的最基，突的最基是，他今年的7年去找我200送，今年的他7年去找我200送，是的，全大的开始送过来是那，做的7度过有嘞，7度过的原先开始是那，今年的7年去找我一送下是，我打的。哦，人切给送给人家查下，的卡巴人卡切马松，人切卡巴的切马松。直播间画面怎么不见了？仁波切听得到吗？哦，人切的巴罗给接公马松，送给接公马松。人切卡巴卷都是也是的，但他给接公马松，人切给送给接公马松，等等。哦呀，那做的开始是呢，看到呀，这个英国样子连接的开始是呢，这个突的最基是的突的话是的7度啊，这个的算的，那7度是吧的7度过原先开始是呢，今年的7年这个早啊，200送是的7年准备这个早啊，我的送下是我的。Jadi cuma ini ta pernah ngaran tu di sungai semdu ane lekba di ane semdu ane dewa ngune di sem dul tu na ane dewa ngune di ungure sungai wa di indi ta ta ngaran tu pecha shaba ine shingdong da uji ine ya ane shingdong ki zawa de la ane kyen shoba ina ane zawa di kamba da zawa de la ya ne kyen chomba ina di wangi ane kari ungure sina ane shingdong de ge ma tu ba da
ona singdodi ani ji yagada logo la soba ane jikam doya la soba tende ne su mambu kange mo yoya di ane zawal ya ane ne gen chebe wangi ngi ya dina shi medo ina medo ki zawada dinzo la ne gen dina medo ya gema to ba da medo shar ma to ba oda tende ki kange mambu ngi ya wa chida dinzo zo di zawada la ya gyu malo gyu ge malu ba zawada ne gen chi ya ma jo ina di wangi ane 야가다 로도라 소바 대다 푸슨 소바 야부 이동원 용야티 디용기 용기요로스 디인데 대당 자와 나라도 고슴기 쩨바디 자와디 가라 투요레스나 셈라라레디 요레 셈디 유튜브이나 셈디 소소 랑기마 왕도 송투바이나 아니 디왕기 아니 지기 고슴기 자와 쩨바다 대다 탐지 아니 랑슈기 가줘야 아니 디바 미게와 사야 되도 건가 랑시기 가哦，人们些卡巴扬嘎擦下，人们些卡巴扬嘎擦下。那所以呢，这边呢就提到说，就是汝当调心。那为什么我们需要去调心呢？为什么就提到说龙树菩萨什么教诫这个国王说你需要调心呢？需要调心的原因呢？因为世尊说到呢，心是一切诸法的根本，心是正法的根本。那为什么说心是正法的根本呢？因为我们知道说，如果呢我们想要获得真正的安乐的话呢，那就是唯有透过调伏自己的内心之外。因为唯有心调伏之后呢，我们才能够获得最真实的安乐。就譬如说呢，一个大树的根，它的根呢，大树的根如果已经毁坏的话呢，那这个大树它所生长的，无论是枝叶或者是果实呢，皆会坏去。那同样的呢，如果说一株花呢，那这个花的根本呢，如果这个花的根呢，如果坏去的话呢，那同样的这个花呢，它也会枯萎。那所以我们一切所有三门的行为呢，它的根本是什么呢？三门的根本呢，就是在于我们自己的心。所以当我们的心能够去调伏的话呢，那我们一切呢，三门的所行呢，都会变成是善行。所以呢，这边就提到说，如果我们能够调伏自心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真正的在安乐的，真正的能够让自己处于安乐。Tadini, Tamarando Junju Nalaya, and the Dagi Sem Dini Lexon Legba Sungar Chal, Samsung Tushu Matoba Tushu Mambuchi Charles, Sam Sunale, and Tushu Chodo Yuba, and she, Yamaris, Tangato, and Migi Tirolaya, Choju Meda, said over the Ombugi, Naombugi, Dam, and Yingi me, Sem Chiro, that Yingi me, Samiata, all that 고숨기 쩨바 망보지 곧 도미야 요레디 투슈르 슈야 요레디 티난기 조 셈수발레 라바 요마레스 오다디 숭구야。那同样呢，就是在入行论里面呢，也有讲到说，我们最主要的呢，就是要调伏自己的内心，因为当你能够调伏内心之后呢，如果我们的心能够守住的话，那其实说。有很多的方式呢，可以帮助我们调伏像自己的烦恼，像是密护根本等等，就是让自己的五根呢不要缘在于外境，不要缘在于这些让自己升起贪嗔的这些境界。那虽然说也有透过密护根本的方式呢来做摄持的方法，但是最好的方式呢就是透由收心，因为一切最根本的就是当你心能够调伏的时候呢，那同样你三门所有一切的行为呢，它也能够自然的调伏。다 숨바 담바 냠솔랑베 지붕모도 지수스 다 숨바 담바 냠솔랑베 세드다 공도 안에 지기 최 냠솔렌스 안에 지기부 총대 최솜라 소베 냠솔렌스 망보 송바데다 담지기 안에 냠솔랑발라 때네 타르 지부 간정원도 지수스도 톱자 가리 톱그레스나 지붕모도 지수라 니스 내가게 지붕모도 지수다 타도게 지부 상기기 고마 모도 지수로스
다 내가 비 두봉도 지수들이야 니체 고체 디딘 아니 고체 디 된된 지수 스디 고체 디 스디 단당 아란조기 미체 디 와 깨와 디 아니 된다 템바 칸데스 체고레스 아니 깨와 치매기 안남소야 아니 지금 미체 된다 템바디 칸데스 체고레스 치매 고체는 된된 지수지 다 당보기 고체 아니 미체 딜이야 당보 체 딜이야 아니 디 된다 템바 지수 가르에서나 켈라 디게 담바 칸라디 아니 베버 갤롱기 기와까 아라서 딜레 간시 제베 오티 연된템베 꾸세 된제 오다디 아니 세디 아니 딩이 된다 때문에 주스 오다테리 那接下来呢，就到第3个科判。那第3个主要的科判呢，就提到说修持后现证果位之理，就是在前面呢，我们已经讲到说要如何呢让自己升起道的方式，就是如何升起悟道的这种方式。那升起道之后呢，就是现证果位之理。那现证果位之理呢，又分为2个科判，那就是分为第一个呢，就是现证暂时果位之理。那第2个呢，就是现证究竟果佛位之理。那就是现证暂时果位呢，又分为说就是能承办今世毅力之理，还有说能够承办来世毅力之理。那第一个呢，能够承办今世毅力的呢，就是第117个偈颂的后2句开始，如是奉劝汝教言，终是比丘难进行，谁力能修其义德，当令人生具实义。那第刚刚你给他的sem的早啊的些的了，北京俺做个，可能俺做上头当然的等着进步多啊，北那可多的了呀，俺做俺那边那去卡尔说过的抢着急呢。抢了通个面试的，我抢通面试的，抢对了起用啊去，起用的哦，我摸说的抢了米个面啥钱吧以内呀，你得嘛得个面试，我到这个说是他妈呢，他妈我做了也就那别听个面试去，他们对了起用的，哦，当我做老百姓把有呀了说不听的用不要的，我让这个三囊了也等税去买呢，哦，三囊呢，哦，他妈的每天上班的，他们给捐当。창라기 견당 어떤 딘주 이미디 셈이야 수부지 마종나 아니 그 내가 말한도 땡기면 삼바 삼래 마도 된 셈이야 댕죄지 말레바이나 아니 그이 때부 차요 말스 그냥 그 장랑 쇼지 아직 제수랑 하면 봐 까마토야 되는 연구도 왔어 딘주 카레스나 네바 되다 견 되다 자와 되다 될라 슈발이야 아니 이미다 견디 수수기 셈라 라트로부지다 셈라 수부지 마종아 인자 디왕기 아니 그 먼저 양양 예발 쇼대야디 연구요 말레스。那这边呢，再补充一下，就是之前所讲的心乃诸法之根本。那心乃诸法之根本呢，那如果说我们用一个就是比较容易了解的比喻来说的话呢，就比如说，对于抽烟呢跟喝酒呢这些事情呢，就是如果说呢。别人呢拿酒给你喝，或者说拿烟给你要你抽烟的时候呢，那如果说拿到我面前呢，我们可能会就是跟他挥手说，哦，我现在不抽烟，我也不喝酒。那虽然说我们会有这样子的行为，但是如果呢，我们从内心呢没有办法升起一个定解，就是心不坚固，就是虽然说你的暂时的行为呢会觉得说抽烟呢跟喝酒呢是不好的行为，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从内心深处呢深深的去理解到说抽烟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过患，那会有什么样，还有什么样的恶果产生，或者说喝酒呢，它会产生什么样的过患，还有什么样的坏处？如果内心呢没有办法升起定解的话呢，那虽然说暂时呢别人拿给你的时候呢，你可能会挥手跟他说不要，但是当我们遇到一些比较强猛劲的时候呢，你可能又会把烟跟酒拿回来，然后用这个方式呢来去除自己的这些烦恼。所以我们就了解说，如果内心深处呢没有办法升起一个定解的时候，只透由身跟口呢，我们是没有办法断除这些坏习惯的。问题，别人俺做什么书法写的，什么书本的就过来写的，别人俺做热搞不起来弄学吧伊呢，弄学吧能写这个什么书本就过来啥了哇？但热搞不得了呀，俺做这个了呀，现在人俺那这个的了呀，俺那个人是过来
chen tang ba nam shi chak sim da kar so chen da ji tang no ko chabe gi khali gi chen de khali lo do do ta ti na shi ma yin ba che ko pe num di pe sha kan lai pe de re da de zu kan la shu gu da de zu kan la num ji she de num de pe su do do de de gi na shi ji ma ran zu gi che gi nyam len di kang chi gi sem le ya su bu de ji go wa yin na ani ya bo yung go ya pe na ma ran zu de ji cha ba yin na pe na si ben de ji na siben de ya ngaranzu siben masa ko sam gi yore de hinaya siben sa sho do ya de karasa siben masa sambe gi samlo de shu cha bu de ngaranzu semla jama tu ba de semla komji de me war ba siben meza sambe gi semla shu chembo ji de siben de gi kyen de su su la ya ne gi yo ba de kabri ha ku gi yore de ha ko ya de chuje kabdu li ya ko nam ya ka chaba ba na shi ko chaba dang zi che dang zi che o ti nang shi che ko ji tempos ke namshi ya ke namshi nang shi che o ti nang shi do je che ana ngara to gi sem ne ya komdi ma de ma pe na sha da ji ba ina anzu sha sa rung gu yo ma de wa sha sa rung gu yo ma de shai ni mi da sha sa ne ya ane ji kyen da ni mi din zo le ya ya sam lo ta ne di gi ni mi gi sam be lo di dang ye sha sa ne ke yo ma re sa be gi lu ma ting gi lo ni bu de la komdi ten chi chung gi wa 아니 간딜라 금지 마 때바이나 디왕기 아니 고 셈리야 주부지데 셈로 수부지 셈로 소사디다 슈굴라 num루와나 시체체 수부 슈부지 용구 여바 인자 디차네 고 데데제레도와 셈생에데 베 카리네 야베 초이네 두비 초이네 칸라 곰디체와 디왕기 아니 송네 두고여도와 오다 덴데인데 셈데리야 두고 그래 셈데라야 랑신기 상배연데 데라야네 양도 곰디 때바이나 안다 컴디 땡땡땡네 아니 만주 레다 슈굴리야 놈수바나 시데 리지 총바이나 다셈 둘스 셈디 마란주기 왕도 송체 만주 단다 가르쳐 되어서는 마란주 셈기 왕도 송되어와 어디래那就是讲到说透由调心呢，调心最好的方式就是说让这个法呢能够打动我们自己的内心。那什么叫做打动自己的内心呢？那就以比喻来说呢，就比如说在布上或者纸上呢，如果说沾到油之后呢，那我们去清理，那这个油呢它就会渗透到这个布或是纸之上的，那是之后呢是没有办法清干净的。那并不是像说我们现在在墙壁上面涂油漆一样，那你涂了油漆之后呢，那经过日晒油漆，我是讲到说法要入心呢，并不是像是那种油漆会剥落一般，而是像是它是完全渗透到布或是纸之上呢。那这个呢，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来说，就比如说，对某些人来说呢，就是可能吃辣椒呢对他身体会不好。那虽然说他知道说吃辣椒呢对自己的身体是不好，但是因为有时候呢，就是因为想要满足自己口欲的时候呢，他就会受不了，然后就觉得说，哎，我吃一点辣椒呢，好像也没什么关系。那这个呢，就是因为没有如实的知道说，或者说他知道说吃辣椒呢会对自己的身体不好，但是他没有办法升起一种定解，他有时还会升起一种侥幸的心，会觉得说，哎，偶尔吃一点辣椒其实没什么关系，所以不吃辣椒这一点呢，对他来说就像是夏天的雷阵雨一般，就是有的时候呢，你好像可以升起这种防护力，觉得说，哎，我其实不应该吃辣椒，因为吃辣椒呢对我的身体是不好。但是这种防护力呢，就跟夏天的雷雨一样，有时候呢它可以挡得住，那有时候呢它又会出现。那或者是说呢，我们讲说吃肉也好，就是对我们来说呢，其实能够不吃肉呢是最好的。但是呢，往往呢又会觉得说，哎，我其实吃一点肉好像也没什么关系。那为什么会兴起这种想法呢？就是我们内心没有真的升起一个，就是去了解说吃肉对我们的过患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不可以去吃为什么不可以去吃肉？那当我们不是很透彻的去思维说吃肉对我们会产生什么过患的时候呢，那有时候会因为口腹之欲的缘故呢，然后就心里说，哎，其实我偶尔吃一点肉呢，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恶行，所以也好像没什么关系。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内心呢没有升起一种定解的缘故。那
会有这种情况呢，就表示说这就是没有做到法能够入心，因为法不入心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呢，大部分是没有办法，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掌握的，而是呢，心是在善恶的时候呢，它往往是看，如果是善比较强猛的时候，它自然就流向于善。或是恶比较强猛的时候呢，它就流向于恶。所以我们的心呢，它通常呢就是看说我们身体的善跟恶哪边比较强猛的时候呢，它就随着那一个念头而去。所以才会说我们呢是没有办法做调心的，我们大部分呢都是随着心而转。所以这边提到，这边就是世尊呢就告诉我们说呢，我们呢不可以随顺着自己的内心，而是要去调服自己的内心，让我们能够当心的主人，而不是随着心呢去转。对。那tunda duduna ngara namju samlo khara ko dusna chik ngara zo chik sem nyamne che se de sem du se de pena pe da wje le ya thanda kong du shwa na shi re ka wje le num shwa da chu shwa ni di o din na shi ji kya ba do ngara zo thanda che nyamne che de re ka wje le chu shwa na shi chu shwa se na ko thanda ne ka kam bu che lamba yo re de ya kanjam ji ne kam no ko ya wa da num di shwa sa se na le ha 근데 꼭 가면서 그요 말 빼데 레코라 싸워내면 초라 당샤로 제가 빼데 먼저 다 지기 레카부질이야 너무 쉬어버는 신체 최디 샘 람이야 수부지다 아니 대가난시 샘 디기 아마 틱디디 먼저 모다나 마소나 카 야마 땅이 아마 틱디디 샘 데레도 빼나 샘는 나게지 깨서는 오 땅아 나게 깨서 딩마송 삼바이나 ko tengara sem de ya control che sem di tabu jabra ba na sem de ya o sem di ki o nga ji ke nga shibu yi sam ne deba ina ko deba na shi ko le sha ba ina o ta ani ko kare sem di ki nga ji ke che mil ya ani thong jung che ya che sue che ya ani cha do che ya o ta ti chang ma di ngi ya ro ta di ma sung sa me de lam sa ko nga zo na motor ki break ka ba na shi ko ka sha ro ka de ko lam sa ma de rang de ro di ni ko lam sa sem na ya gyurje shi tang de ma ta do o ta di ma sung nge de nga ge ke gi do ani cha do ke gi do ani khong do ke gi do sa me di ani de ga nang shi ko ya bu khar so go de ke gi do sa me di de ma ta do ko ka cha ro ko dro ma chu cha cha ro ko lam sa na ma so ko tai khan sap na ma so ju cha ro o din zo pe me se be di na na ta chun chu gi sem nang li junju kharsa lojo sige be gi nang lo ne chalam kun do rang yu la to ji nyu mo kema ta da she ma ron che be ne zen da dong ne do ba shou se ji do zo chalam kun do rang yu la to ji nyu mo kema ta da she ma ron che be ne zen da dong ne do ba shou me se be sem la pembo do Namo Guru Mansu Kokhaya. That's all. 哦，那所以呢，就是我平常呢是怎么去思维的呢？那平常思维的时候呢，就是去想说，因为论点里面呢一直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去修心，那要怎么去修心呢？那其实就像刚刚讲的，就是我们知道在布上面呢，一匹白色的布上面呢，你泼水呢跟泼油呢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往往呢对于法呢，就像在布上面泼水一般。就好像呢，一开始呢，这个布呢，你在布上面泼水的时候，一开始好像是湿了，但是你放一段时间之后呢，它慢慢呢就干掉了。那我们的内心学法呢，就如同是布泼水一般，一开始呢好像有痕迹，但是隔一段时间呢，这个法的痕迹呢，就慢慢就消失了。那所以我们要做到的呢，就是要把法呢留在心之上，就像呢在布上面泼油一般，因为当你把油呢泼在布之上呢，它慢慢的就渗透到这个布里面，那你要去清洗呢，也是不可能去洗掉的。所以呢，修心呢，就是要如同说在布上面泼油一般，就是当我们呢发现说自己的内心呢已经升起烦恼的时候呢，比如说我发现说我的我慢呢已经升起来的时候，那一升起我慢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观察自己的内心，那这个时候就叫做调心，就是你要去观察说我呢什么时候升起了这个慢心，那升起慢心的时候呢会有什么样的相状，那升起慢心的相状呢就觉得说我比别人还要厉害，我比你还要高出一等，那这个时候你自然而然就会升起一个看不起别人的心。那如果说我们有在修心的话呢，就是当这个慢心一升起来的时候呢，
你自然而然呢，就像我们开车一样，你自然而然呢，你就会去踩刹车，而且是很快速的，就是恶念恶心一起的时候呢，就立刻踩刹车，然后去觉察说，我已经升起了这个恶心，我已经升起了这个慢心，所以升起慢心之后，我会怎么样呢？我可能会看不起别人，或是我可能会去嫉妒别人。那一发现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就是内心呢要去立刻做一个遮止的动作，让这个恶念呢能够快速的去除。那能够做到这个样子呢，才叫做是修心。那这个呢，就如同说，在修心八记里面有提到说，人们切罗中次节嘛，第一次的达拉丁给他都给对嘞。디카도 데 요마레 쩔람 군도 랑귤라 또지 뇽모 깨마타스 쩔람 군도 랑귤라 또지 뇽모 깨마타 다시 마룬 제베나 전답 돈에 도버시 다디 된다 조 가르스는 쩔람 군도 고숨기 쩌바 칸데지 제바이나 수수수 따지 체제 셈나 따지 체제 오 가르치기도 가르 트랜스원 야 트랜스 두어 트랜스 카두카도 제바 체제 어당 나기 깨지 깨기도나 anu kolam sa ka che oh nga ji kes da dia wo yo mar da se anu khong do kes na ani oh ta dia wo re ma so da se che wa on da di na ne kale kha de khari mu do sun de cha di tes che ba che we kap so tes ko kuma shora na shi ko le la bu ji la khi me do khong do da nga ji gi ri di sem zu be rang xin jian yin ji yin ba yin zang 페지 주베랑 신도지 인바인자 콜레인드니 게인드니 때서 하고도아 오 나지 깨서나 오 나지 깨기도아 섭사기 아니 지 공로 깨기도아 섭사 때서 주베랑 신지 뇌샤디 잠베랑 신도지 잠베랑 신지지 인자 이 인사레 때서 뇌샤디 칼레 때서 카 도샤디 용인드 용송 삼베 삼로디 때서 칼레 카도 문지 지야디那所以呢，就如同在修心八记里面所提到的，就是一举一动观自心，正当烦恼初萌生，即将恼害至他时，愿结呵斥令消除。那这边讲到说一举一动呢，观察自心，就提到说我们三门所有的行为呢，都要去观察自己的内心。那就是我们身口在有什么行为的时候呢，那在想这时候就要去想说，那我这个时候呢，我到底是在想好的还是想不好的？我到底是在想善恶还是想恶？那这个时候呢，我到底是升起了慢心呢，还是嗔心，还是贪心，还是我慢？那这时候呢，就要去观察。那其实在观察烦恼的时候呢，它其实也是有差别的，就是当升起了像是嗔心，或者说像升起慢心的时候呢，因为它是属于它的形象是比较粗糙的这一种，就是这种通常都是比较猛烈，然后比较强烈的这种烦恼升起的时候呢，我们通常呢会比较容易察觉，像在生气的时候，或者在升起慢心的时候，自己是比较容易察觉的。但是当升起贪心的时候呢，它其实是我们比较难察觉的烦恼，因为贪心的形象呢，跟嗔心或者是像跟慢心比较不一样。因为嗔心跟慢心它像是比较粗糙的那一种，但是贪心呢，它就是比较平和的，它比较像是平滑的那一种。所以当你升起来的时候呢，你不一定会感到非常的愤怒，或是感到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因为有时候升起贪心的时候呢，你会觉得是一种比较舒服的这种感受。所以在观察三门升起什么烦恼的时候呢，要观察贪这一点呢是比较不容易的。Oh yes, that energy. That any that kela dige tamba kangla de any beba jijans. That's all the karela war is na said did turn at them by the career na any that gave kuran las arwa any kare that ching yamzulenzi kang yamzulenzi any nye ma kuran la sheba tes any ngaya beber gelongi ya kavene said embe ritu tapeji nyumo da dunjing da sangi singi ane beje nyomo kesa gi yutile emba ane be embe ritu ane laya ane rabdo chwa gelon dinzo gi jang ane jigi che nyamso lenzu nge shabadi ane kale khabu yores truyala kale yungu yores dendi truyala kale khabu yungu yena kran chawa mangbu the mangbu chawa mangbu de dingi chami chawa da ane nami gi yeng desa gi khuyu senere ane kimbanam da
kira kimbaji lede mangbu chilogi chi chawa mangbu ji da de gonge ji da de gonge ji del gonge ji chawa yoba inza di chane kirangi nyamne cheyala kale yoba da shemo goya res oda dis beba ginya kala dige tamba khala de beba gelon gi giwa ka tele kan giwa ka se de gelon number up to chwa nam gi kale yona kiranzo yani kirangi bele gi kale khabo yoba de shemo goya res ta wen jang khares na dile ganshi chebe ngo de yenden tembe kutse tyen je da dedale kaya lunga shi da kibu chungi nyamsulen zu ine yanda ani chembe nyamsulen zu ine da anda khari chebe dendi ani kibu dingi nyamsulen zu ine da jimbe nyamsulen zu churingi nyamsulen khari ine dendi gese chanju sembe chebe ge yenden ge na chi yinche le ya ani chi le ya jukche de la yani yang do komji temba ina ani misedi ani thanda temba yungres ai maze che dila thena temba yong chamdo maze ani kyawa chima namso ya ani ngondol hada mi koma thawya da ani thadu thabada thamji kemba thabu ko ba yugres oda thoba thuen sa thezom yo mares oda di indi deji ta chajan la lab ko sambe samba mena ya di na ne kang ani ji ya megi chubung bi chudu na soba oda deji ani sambe yende ki chaware re la juba ina ya ani ya bu thenda temba yugres oda di sungwe sare那我们呢，再继续呢看就是入行论的部分。所以呢，这边提到是说如是奉劝儒教言，重视比丘难进行。那这边呢就提到说，龙树菩萨呢，他对国王说到说，就是呢，以上呢对您所讲的这些呢，就是对您所讲的这些言教呢，就是像是所有无论说像是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乃至于说是六度的这一些行持呢，或者说任何一种修行的这种方式呢，那对于说一个呢，就是身处在阿兰若的比丘呢，他如果要去做这些呢，其实也是很困难的。那更何况呢，就是国王您呢又不是像说比丘他们呢是身处在极境处，而您呢是处在说就是世间里面，而且是最繁华的地方。如果说对于比丘来说呢，他们都很难去行持的话，那更何况是说在这个处在就是繁华世间的国王，你要去行持的话呢，那一定是更难的。那虽然说是这个样子，但是呢，这边就提到说，随力能修其一德。那但是虽然说是这个样子，虽然说您要去行持呢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但是呢，如果说你能够随分随力呢去修其中的一样，那像是这个法类呢，就提到说，像是无论您去修下士道就是任何一种法类也好，那或者说乃至于最下的呢，就是手持，就是断除12业，然后好好的手持13业的这一种呢。那如果呢，你能够随力的呢修其一德，你只要能够尽你的心力呢，好好去修一种功德的话呢，当令人生具实益。那你只要能够好好去修一个的话呢，那你就可以获得，就是像我们这边所讲的，就是你能够获得呢暂时的果位，那就是承办今生暂时的毅力，或者说呢，你就可以获得了像是真上升的这种果位。所以这边呢就提到说，如果好好行持的话呢，你是可以获得人天的果位，真上升人天的果位，那乃至于说呢，你可以获得最究竟的佛果位。oda dire pena rinje tawana la thambo ngombar thobe chi chine ngeba lewa chung le chung kanchi ngomba tho thop ne rimgi ngeba lewa ong cheda thambo ngondo dubje gi thabla chen ane ngondo dubje gi thabla chen chabe chela ya ane di ji so ane ngondo ane ngele dubje gi thabla chen jongores kare sana thambo ngondo dubje gi thabla chen sana di wang gi ngondo dub ane ngondo gi tenla ya ane ngele thabada thabje keba dubje gi lam 진짜 말로 봐. 다 냠슬린 수체 초그레스. 다 당분이 배데 양고 원도다 녜레 두지기 탑 찾아와라야 저 냠슬린야 데 양고 말레스. 오다 저 아니 다 레레 중네 디기레스. 오다 데데 제수 부여서 최송 받다로체. 다니바 치매기 구체는 된den지 겨와 치만남소 안에 되나 된바 제주들라 상계기 취 안에 랑규라 와와다 심제 용수미 바체바스 자 아니 니체 다 당보들라 상계기 취 랑규라 와와들라 군기 겨와 군라 이라시 니기 레버 제바 남수미야
안에 상기니 또 길에 용원에 되는 게 풍부디 그 오늘 저 빠도매 바람이 지된 꾼게 내저 왕제네 어다 대버도 순서 어디 那这里呢就提到说，如同呢在宝曼论里面呢有提到，就是一开始呢我们要先能够承办了真上身，那承办真上身，你有办法承办真上身之后呢，你才能够最后去承办决定胜。所以一开始呢，我们要先了知说，就是能够承办真上身的方法。那你能够了知了承办真上身的方法之后呢，那你才能够透由真上身呢，然后一步一步的修持，然后最后呢获得了决定胜，你才有可能获得决定胜，就是一切骗子的佛果位。所以这边就提到呢，我们是一步一步真上的，所以一开始呢没有办法做到最圆满呢，也没有关系。不要因为说一开始做不到最圆满呢就放弃，而是从一开始呢能够下手的地方呢，然后一步一步的努力。那接下来呢，那就提到说第二个科判。那第二个科判呢，就提到说能够承办来世等毅力之理。那能够承办来世毅力之理呢，还又分为两个科判，又分为说在自相续呢获得佛法之理。那第二个呢提到说能够成熟有情之理。那第一个呢在自相续获得佛法之理呢，我们就看到第118个偈颂的后两句。那这边就讲到说，随喜诸善三门上，未得佛果普回向，如是以此善福运，笃于无量生世中，永永天人世间福。那它一直到第119个偈颂的第3句。哦呀，다 당부 가르에서나 안에 상기기 저랑기로 와딜라야다 안에 가르에서 꾸인지 겨와 꾸인라 이랑시 스드다 소소 겨워다 파발라 소버 게다 강사 칸디지네야 안에 대다기 겨와래야 안에 다 안에 가르서 그래 안에 제수 이랑체고 그래스 그래서 다 제수 이랑체고 그래스 다 되라야 상계다 전주선배 주바 이메 하고 말해도 미 다지 겨냠 중화 지기 아니 짐바지 마도 고모 찍마도 짐바지 마당마 이나야래 안다고 땅고 삼베 삼모 깨바지 꾸룽지 깨바 이네래 대달아야 아니 소소기 제수 이랑 깨바지 아세 야버와 삼산더지 아니 제수 이랑 제야다 아니 제수 이랑 제바다 냠도 아니 소소랑이기 룽아 이숨기 개외 자와 니기 레버 제바 남수미양 세데 고숨기 룽아 이숨기 아니 개회 자와 간데지 제바이나 데데 게자디 아니 심지어 탐제기 제도 상계 고모토비 귤라 드와 쇼 제데 아니 심지어 탐제기 제도 아니 조장라 와야 오다 딘중고 그레스 kunji gewa kuna yiran shi nigi ya wachaba namsunya sangi ni to gile simje tamjebe ane sangi ki gomba toba chedu ngogu gres dene gewa di gewe pumbo di kes o chido da deta bigi ane gewe pumbo di gi ane chi 가르서 그래 심제 탐제 상기 공부 토비 귤라 ngwa cheba geza digi ane kyawane sera tamjedo ane ngonte luten lembata daga nangshi ane ji sajuda lamngala soba deda nyamso lembeki ane sonamda bacha shayada ane rimgi ngondol hada mi kombeten ya saju rimgi lam chene ane thadu sangi komba thobya ke goba yungris goba khabar che yores di indi inji miji shengi gezala jeso yiran cheyada ane rangi gi gewa di zojala oya oda dizu ane soso rangi la ya jeso yiran cheya soso nga taringa jibaji taya raso o ya borwa gewa sambu chung saba oda didegi sonam soso ki sonam sabala soso ki yira jeso yiran che shengi gezala jeso yiran che oda dudu cheba ina ane pe mesebe ane lapchembo sonam lapchembo ta ane dede goba khabar che yores oda disu那这边呢，就讲到说，就是随喜诸善三门善。那这边呢，就讲到说，我们修学的时候呢，那无论说是凡夫也好，或是圣者也好，就是对于说，无论是圣者或是凡夫呢，那所有人所做的一切善行呢，那我们他所行的，无论是身语意的任何的善呢，就是三门的任何的善呢，那我都要好好的去随喜，因为我所随喜的这个对象呢，他的本地风光呢，就是它本身呢是否是佛菩萨的视线呢，或者说某些圣僧的视线呢，我并不知道，它可能只是一个
普通的人，那也有可能呢是圣者所示现的。那如果说我们对于任何一个人呢，无论说是什么样的人，那不管说他是圣者或是凡夫，那如果说我们能够去对他做随喜的话呢，那对我们是一定有好处的。那如果说刚好他又是圣者呢所示现的样貌的话呢，那我们所获得的福报呢会更大。所以这边呢就提到说，对于任何人呢，他所行的就是胜于任何的善行呢，我都好好的去做随喜。那有了随喜所累积的这些福德之后呢，那或者说看到别人呢，就是三门所做这些善之后呢，那我们呢要怎么去做？就提到说，我们去随喜之后获得的这些善行呢，然后未得佛果普回向。那这边呢就提到说回向，就是说将所行的这些善行呢，都回向给就是为了利一切有情呢，我要成就佛果位，就是为此呢而去做回向。那为什么要去这样子做呢？因为就是当我们能够这样做的时候，那自然而然呢，在我们的心绪之中，自然而然呢，它就可以升起了，就是像是5到10地的功德。那所以这边提到说，未得佛果普回向，如是以此善福运。那就提到说，如果说我们能够去这样做的话呢，那我们所获得的这个善根呢，或是这个善福运呢，还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它就可以让我们在于无量生世中，那就可以让我们在无量的生里面呢，就是因为这样去做的时候呢，然后让我们一生一生呢不断的增上。那在这增上的同时呢，那就可以让我们慢慢圆满说像是5道或是10地的功德。那同样呢，也可以让我们种下了良善的，就是善的福德，以及说一切善的习气。那除此之外呢，除了说要去随喜别人的三门所做的善之外呢，那同样呢，也可以去随喜自己所行的善。比如说呢，今天呢我布施，那我布施之后呢，在晚上我们就可以回想说，我今天呢做一件善事，然后感到非常的欢喜，然后来随喜自己所做的这些善行呢，然后去做回向呢，也是很重要的。所以随喜呢不仅是随喜别人所做的善之外呢，那也要随喜自己所做的这些善行。对。那其他结束一让给我结束一让钱的差多给我呢，差多给你不做差不多啊。结束一让给这的差多牛梦给哪里牛梦给差多给你不那主要的胳膊全部用不多啊。我的这个，那这呢，那你把身边有什么把解决的了？爸爸这的时候就把一叫我养大嘛不接送的冲呢，哪个对这现在呢？谁的商业性都中点的。如果没得着，今天的公布国际报都没把做，俺这里呀做的看的是呢，俺这个那叔叔的给我找啊，看的就啥玩意呢？给我公布的个，俺爸爸接的是个，俺雇的送的土个，俺这叫我养大嘛不，俺啊就是送去，俺身边明白的吃完了，如果让你明白吃吧，但明白这个人，俺考完了吃完吃吧了，说吧，现在咱们各把能行，俺叔叔让你一样。安尼没有说做不的，身边有时明白吃不当，安尼上个学有时长呢，安尼是把他们成就380岁强势军到了概念，安尼强势军到了叫呢，安尼这个那是个东眼党，这个那是东眼点被个有观众点把党，这个呢，安尼是得到安尼到同到都那帮着，安尼经济把家的吃吧，他们是安尼说让你个也帮吧，这么多嘛是现身间给他们呀，安尼上个给他们呀，个把。是吧？小三期当，安尼但说让你个，安尼但适当找我去，安尼用完小事了呢，上个新调我监督修备个，安尼专门的200没当，安尼找我去，安尼今天公布200没当找我，安尼这个我呢考几岁嘛，东西把都申请个，安尼对几岁个奶把都修起，安尼申请个上个啥了500多啊。我等这个，安尼用啊小些些，安尼来偏半那么说呢，等这就当我切过来，我到底是为了。那所以呢，就是提到说，我们以此善福运呢，那这善福运呢，讲的就是善根，然后能够在无量身里面呢，然后获得如同像是人天的这种世间福。那这个呢，也就是提到说，就是真上身的部分。那接下来呢，就是讲到说能够成熟有情之理。那能成熟有情之理呢，就看到119偈的最后一句。犹如圣者观自在，摄受诸多苦难众，出世除老病贪嗔，犹如阿弥陀佛尊，世间护主寿无量。那这里呢，就想要说，当我们能够
做到呢，就是如同天人世间福的时候呢，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做什么呢？那这边有补充到，就是如果我们能够去随喜他人呢，那随喜他人他的正对治呢，就是能够对治嫉妒。我们如果能够真的能够去随喜他人的时候呢，那他是嫉妒的呢最好的一个对治。那这边呢，就提到说，如果说呢，我们能够这样做的话呢，那就如同谁呢？就能够如同圣者观自在菩萨一样，就能如同圣者观自在一样。那圣者观自在呢，它最主要呢，就是能够摄受，就是大部分的这些苦难的众生，它能够呢，帮助这些苦难的众生呢，让他们脱离这些痛苦。然后呢，出世除老病贪吃，就是如果说呢，我们能够像圣者观自在的话呢，那这时候就能够做到像是出世。那这边指的出世呢，指的就是能够获得最后有菩萨的果位。那当能够获得最后有菩萨果位的时候呢，那这时候我们自然呢，对于一切的老病，还有或像是贪或是嗔等这些烦恼呢，我们都能够尽除。那不仅仅是如此呢，也能够断除所有的所知障以及烦恼上这些恶障，然后以及说恶障的习气等等。那除此之外呢，又能够如同说，犹如阿弥陀佛尊，那犹如在极乐世界净土的阿弥陀佛尊、阿弥陀佛一样，世间护主寿无量。那能够如同阿弥陀佛能够做到什么样呢？就如同阿弥陀佛一样呢，他能够做到誓愿圆满，成熟有情，以及严净佛土。那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誓愿圆满，成熟有情，以及严净佛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能够发下一个和他们一样的大愿，就是在轮回未空之前呢，我能够住在世间，利益一切的有情，让所有的有情呢都得到安乐。那这个呢，就是提到说，就是这个科判能成熟有情之力。那是，他的呢，他都，当然，呀，他都给这部上给公帮我都记住干的是呢，现在最近当中查清什么没？还有南瓜当呢，沙田街呢，沙拉米的土地上呢，中小，这个搞啊，不是。然后现在的牛毛养到身边做个职业的，去我现在教育我们一年呢，几点来的，明早些了，明年吧，明天弄吧明年公方年不走，他这个做开始是呢，他都给这部分都记住，开始是他的多对你学过来，写吧的，等把你说这边写了，大家。那些出庭写吧，写了出庭写的，看到个讲啊哩呀，当时的懂吧？大家那些每个主动个主动了说话的，送家出庭嘛，你把样子啷个一定义样子，等把你了说这边写了边样子，样到不啷个一哎呀，谁还当？大家那些东中写吧的，东中扎钱怎么没？写的，俺那绿龙就看了呀，吃吧没吧？东啊普通说吧了，你别查吧全部，俺那怎么没吧？还有的那个的样吧。我等这个看对，安尼这个龙舟加全部几天那里也，全部这呢，安尼等大概是呢，沙拉米达托里拉呢，那种就是的，安尼沙拉那边米达托里多拉里主布了说吧，得大基，安尼那种了说吧，得大的个点不对比基，安尼搞瓦拉吧，得瓦拉吧，得大了也怕细节，他这个老是对不对？俺来吃吧，我到的这个当地安尼稍微吃吧拉吧，得他怕细呢。安尼夸了叫我姐姐，安尼是吧？夸了叫我姐姐呢，叫我姐姐把这呢是个，这个搞我把那个是这的是，这呢这把他这样什么怎么的嘛都，安尼牛毛白的，那是，这个那是牛毛白养大白生前的错的，安尼这个那是安尼这个几把的领养的夸了叫我两把的，这个那是你绿龙觉得说的这呢。这话了说吧，这个那几了说吧，希望这呢，安尼叫把拉那没吧，安尼上去专门的个公巴托呢，安尼心情个，安尼团太也吧，这吧去个意思，安那，安尼家用不，他说吧上去专门的开发的，其他不的点吧嘞，是那边呢，安尼几天来这边有点他们这的点吧，安尼让心去准备对怎么样，没吧当，安尼那把的几把了说吧，他们这的计划当，跟公司有点固定期，安尼。等于原点他们去开发的话，原点他请把我当，安尼甚至根没把那个根当，安尼加没把那个加出去啊，我到等于去，叫我这个的，我到底是为了，
那最后呢，就提到说现证就近果位，现证就近果佛位之理。那这边呢，就是包含了最后2个寄颂，那就提到说戒慧实身尽大明，遍及虚空大地上，人类天众妙灵者，喜乐深爱定即灭，尽习祸长苦有情，坏生死证如来性，超离尘世名义习正得无惧无罪果。那这边呢，第一个呢就提到说慧呢，那慧呢所讲的呢，就是说能够观察二谛的这个智慧，就是了解说一切如所性尽所性的这个智慧呢，观察一切法的这个真实义的智慧。那戒呢就提到说我们透由就是无论像是阿舍离或说上师呢所获得的，无论呢是别解脱戒或是菩萨戒或是密乘戒等等呢，那我们都能够清净的去持守。那诗呢就提到说，这个师身尽大明，遍及虚空大地上，就提到说，我们呢对我们所有的我们自己的身体，或者说对于我们所有的受用，然后任何一种呢，我们都不要升起贪心，然后不要升起贪心之后呢，能够去做布施。那透过这个布施呢，所获得的这些名声也好，或者说他所获得的这些果位也好，那我们呢都不要让它和这个就是垢染呢掺杂在一起。那同样呢，那对于说地上的人，或者说对于说天上的这些天生呢，那天仙呢，那看到他们这些就是长得很美好的这些呢，然后这些比较就是出分的这种喜乐呢，然后升起的这种爱的贪染呢，那我们也不要去贪着，要升起了就是定，还有说能够断除这种的贪婪的这种极灭。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要断除就是尽其祸缠苦有情，那尽量呢去习除一切烦恼呢，这个祸呢，只要说为烦恼所缠的呢这些痛苦的有情，那除了说自己能够断除这些烦恼之外，那也希望说一切的有情的这些痛苦呢，我们也能够断除。然后呢，断除这些可以获得什么样的果呢？就提到说，它能够坏生死，它能够让我们不要在轮回里面流转，它能够破坏所有轮回的一切生死，然后证得一切法的真实性，也就是证得了如来性。那这个如来性呢，就是假如说一切法呢，它就是自性空的这种真实的如来性，然后这边呢能够超离尘世名义习，然后证得无惧无罪果。那当我们能够这样去做后呢，那最后所得的果位呢，就是能够尽除一切的闹，一切的过失，就提到说能够超离人生或是任何不好的东西，反正一切的过错呢都能够尽除，就是一切的恶呢断除一切恶，然后获得一切善，获得一切圆满的功德。然后当我们能够断除一切恶，然后圆满一切功德的时候呢，就能够证得无惧无罪的果呢，那也就是最究竟的佛果位。那是大地那些区域的没多那了，其实前面他话新邦呢，amber 当的公办呢，这不牛毛邦的，对你讲的是长久对面，安尼多么接长个是的，也你送多啊，da gesegi ani chigi kosum di joba da gesegi dawala chapa chigi amare ani kare是 amber 的公办里呀，那些ani牛毛被对的，大概那些对西了说的，他讲呢，讲不起呢，他准备这个상계기 공부 타도 탑고 그래 송도아 뒤지그래 다디 송바나 신체。那这一段的内容呢，就如同说在大神辩经里面呢，有提到说呢，就是佛子呢不要贪爱就是世间的这些五欲的这些享乐，而是呢要在就是极静处呢阿兰若处呢要安住在阿兰若处，然后呢习除烦恼，然后能够调伏四魔。那当能够调伏四魔之后呢，那最后呢就确定呢可以获得就是无上的菩提，也就是佛果位。게시 루이 담배 철균디 미지 게베투기 초기네 게시 콜기 야베 망보다 캡제 라와이시 공바메 다디 칙제디 아니 시팅기 자와 카셰라야 아니 칙제디 par 카셰라 시팅기 par 카셰라 용구여서 par 카셰라 용구면도와 어디 페나 지준 렌다웨기 아니 시팅기 자와디 나라 아니 디 칙제디 메바레도와 디 인디 다디 칙제디 공불루도 랑이기 송 인다미 네, 다 도바라서 그래 도배네도 지차되었어요.
다 당당에 자와 로사 디나라야 덴데지 송데 도와 디 인도다 디기 디 캐란줄라 요이네 메이나 자게 토라 민두 야게 토라 두에 민두 름제 민두 알레 민두에 레스 올라서 다 매바이나다 다가라 아니 메 샤샤 규체 다 이네 디 단다 자와 카시나나 덴데지 퉁게 사레 어디 인도다 타도기 저봉도 지주제 다들 다 시바 주기 된들라 레벤 강기 잡았다 레벤 강기 기르와스다 시바 주기 된들이야 아니다 카레스널 아니 잡아부 수레스 아니 디 로자와 수도 수기 아니 야게네 벽gel이야 아니 야가게네 벽gel을 수 중에디 수레스 어다디 숨이야 다 담볼 레벤 강기 잡아레스네 시비팅이 레벤 치부 파바 로토기 자 아니 기스 아니 다 잡아부 디 잡아레스 아니 스위치에도 잡아레 술을 잡아레스나 아니 자오 다 코랑기 아니 다 가르스고를 통해보 아니 자 알아서 개보 대주 상불을 구와 줘서 어디디 숨발 다디기 조디 시비팅이 세데 니 가르스나 지 공부루두기 미티비 다 미토비 캐랍다 투제 덴바다 다가나시 디시 셰베기 아니 상기기 추줄라나 메바 사와체바 오다 와 아니 다가나시 랍도 가베 사투네 다와친도 아니 시아바다 지댕기 감다 시아디에 지댕기 감 당외 제자와 디지시베 이시 중내외 제자베기 아니 응원도 공 상기기 공원도 제야 오다 덴데기 응원도 쟁이기 당이 쳔보 연대 캐버체 다 공부 오마비 신데 쇠 쟁이 오다마 쟁이 대답에 당이 쳔보 디기 아니 랑게 자고다부 아니 쟁이 아니 개보 최신 경외기 개보 아니 대조 상보를 고아레스 제다 딜레변 강기 잡아서 달레변 세디 잡아보체 스위치도 잡아레스 오다테 레변 강기 잡아서 오다테 추바레 다데네 로베 강기 기르와스 다 로베 자가기 개보 아니 사와자나 대화당 슈징게 로자와 벤데베제기 규지 아니 슈때라 파바오 오다테那在最后一个寄送的后面呢，那其实呢还有一个寄送，就提到说呢，就是这个呢由善知识呢，就是龙树呢他所讲的这个教授呢，那他如同是它流通是水流一般的，那它最主要呢，就是对于说就是国王呢，然后所做的一个交接，那它是有一个寄送呢，然后来叙述这个。那最后一个这个寄送呢，就是在注释里面有提到说，就是后人呢，就是怀疑说最后这个寄送呢，不是我们现在第122寄，就是它之后还有个寄送。那后人就说这个寄送呢是否是龙树菩萨所著作的呢？那他们是他们是有疑问的，因为在至尊仁达瓦呢他所做的就是亲友书的解释里面呢是没有最后一个寄送，就是刚刚所讲的，就是以上的这个寄送呢是龙树菩萨呢所造，那他最主要呢就是劝发国王呢能够学习佛法的这个寄送呢，那在仁达瓦所造的寄送里面呢，所做的注释里面呢是没有提到，所以这边呢就做一个存疑的部分。那最后面呢就还有2个科判，那最后还有2个科判呢，就是在根本的科判呢，就是在结义的部分，那还有分为说是本论著呢是由何阿舍里所造，那第2个科判呢是由何译师所译，就是说由哪一个阿舍里所造的论，那由哪一个译师呢所翻译的。那由何阿舍里所造呢，就提到说，那这个呢铸造本论的呢，就是大善知识，也就是圣者龙树。那圣者龙树呢，他本身呢就是造了这个亲友书。那龙树菩萨他本身呢就是具备一切的悲心，那他也是呢世尊所受记的就是大车轨，也就是中观的大车轨，而且呢他对于说世尊所讲的一切无上的法呢，他也都是如实的了知。那不仅如此呢，他本身呢是证的就是示现就是证的初地的果位，然后呢也是示现说往生之后呢投生，就是圆寂之后呢投生到极乐世界。那他在往生的时候呢，那也是就是全身有放光的这种意象。那总而言之呢，就是这本论著呢，就是由大阿舍离，就是龙树菩萨呢所造的。那由哪一个译师所译呢？那这边就提到说，就是由印度的阿舍离，就是印度的
印度的意思，沙瓦扎德瓦，然后还有说像是西藏的意思，就是稳登本扎，就是这两位，就是这边中文所写的万德拜哲，就是由这两位呢医师所翻译的。对的，罗边刚个叫罗扎瓦下巴的一个九年前，罗边是的罗边本地罗边是的罗扎瓦的本地的国家的卡尔是呢，本地的国家的卡尔钱是呢，安尼团里呀。米出瓦的马诺瓦乔马诺瓦吉古古有个印象，安尼个卡是本地的古古有嘞，安尼罗扎瓦写的安尼个吃了怕古古有个印象，吃就吃完了，吃了米出瓦的，安尼马诺瓦的空马出完了呀，开把就古古有个印象，罗扎瓦古古有嘞，你伢都东北个，安尼就这个吃点元素做吧，马出瓦的马诺瓦。아니 상기기 공부 친지 말로 공부 루두기 공부 친지 말로 봐 대화지 고기 여바 인자 로자와 당 아니 퇴나 캐바 캐 아니 빈디다다 책라 캐바 아니 로자와치 오다 디기 아니 치딩이가 캐바지 매바 있나 땡주디 규르 푸순 소바지 차토기 야마라 어 데이터비 루두기 공부 친지 말로 봐 대토기 매바 인자 로펜 세베디 로자와다 빈디다 니기 고기 여바디 땡기야 어 데레那就是由何医师所译呢？那这边呢就有提到说，就是印度的堪布。那这边我们其实就是藏文，它可以分两个，就是楼跟边。那楼呢指的是楼扎瓦，楼扎瓦指的就是医师的意思。那边呢指的就是指班智达的意思。那为什么说在翻译一部论点的时候呢，需要有班智达，然后也需要有说像是医师？那班智达呢，它最主要呢就是对于说就是内文的意涵呢，它完全通达，而且他在就是他对于内文他是完全的通达，而且不会有任何就是错误的理解的这。那大意师呢？这边意师呢，就是这里写所的罗扎瓦大罗扎瓦呢。那罗扎瓦指的是意师，那意师呢，它最主要就是在文字的部分，就比如说，就是说像是字句的组合，以及说用哪一些字呢比较合适呢？那这是属于说像是意师的工作。所以意师呢，主要是负责字的部分，那班智达呢，主要是负责意义的部分。所以在翻译一部论点的时候呢，通常都会讲到说像是有楼边。就是那楼，就是楼呢，指的就是只是楼扎瓦，就是意思。那边呢，指就是指班智达。哦呀，就他的嘞，俺也过的呢呀，这是去老啊，那么的就是呀，过的过的了呀，这是去老呢，家给都宿舍打来卡，别给都西边定义这家哇是。哦，那是准备学你给完了，恰菜咯。有的人是给打给你，待会儿是别送你来，就别送那么多来怕有。阿贝样的，但总是，这单位去给300的，是呀，他带不得下。我到电影节给，俺那西镇给这哇，我当俺做，他打我们不告诉我，我到电影给，俺那西镇给，当俺做给，俺那这个，他卡尔斯过的叔叔给，俺那这个的康图这个，俺那这些东西交钱，我到电影就是看上做了片头个月呢，他没呢。다 지금 소소 캐난 깔레게 다 캐난즈게 깔레시라 겨 녜데네메 우조드지 치가체 디 인디 다 디기 게잘랍 쳔부 사요레 안 데데 게잘랍 쳔부 사와티 아니 지기 랍 쳔부 사요레 다 이네 녜데네마 슈에드 나레 칸 셰베 세고르베 지 대시 디조 아니 조조디 소소랑게 진짜라마 게위 싱예남기 투제 까데 냐치라 때네 마도 소소라야 께도기 셰라도 장도기 연델라 소보 개꾸지 요마리 ane dede indi ta zo di khansha ba digi ane ji ngaran du chhe ngin she je be dawa khamang bu ta di go chu ba ni son de thanda ba du chhe ngin she je be gewe za wa digi ane chi le sangi gi tamba gya ba da ane yang bu du khamson jo la ma sha ja wa zonga ba chi be che be le so ma ji be sangi gi tamba nam ta shin ge la yurin du ne ba ta da ba na shi ten ju tamba tin ju kun ji zu gen di shin gi kyam ne konsa kyam go chum cho ge che be rang rang gi chhe de ngo do gi la ma kha ya ba de da ku je sha be ke ja de ji tu she lung gi ju ba ta 다가나시 안에 남베 다 유주군도 추기기 때바지 미팅지 기보다 고제 샤베 깨자대지 투실링기 주바다 안에 다가나시 잠불링디 차와 상보 좁딩이 랍치기 기부 안에 남바 임바다 마임바 체켈만다 말레바 오다 덴데 나서바 요바 대다 탐지 세리 네메 삼디 출신도 주바다 다가나시 태면의 자가제베 잠리 유주군도 네모 추제 장시 중심녀바 마초 무게라 소바 아직 저는 삼망에 받아 좋아 주바 탐지 신이
대다기 줄라 사바상고 천주기 심리도 깨야다 너나 게자 강사와 탐제 만주는 게 타다님 심지 탐제 저 상기 고모토비 줄라 저 쇼세 데데지 뭐 제야다 안에 라바도 결혼줄라 인 타바는 투지 체스 안에서는 결혼줄기 까딘라 때지 안에 녜데 시딩디마 chimu uzu gemne loya ke kokap sambudi kyananzu ki kadil teba yin ani yongba yinza degi ani sonam da lap chimbo saya dia kyananzu le kadi la tene yongba re odi indi ngi tabani kadin chi shwe da ngara ine ani pemisebe kyawa sambuchi da kawach ani cheboji ke gomya oda degi pemisebe kabu chongso ani toji ches 亲友书的讲解呢，就是我们其实花了很多个月，花了好几个月呢，在讲解这个。就是在刚刚讲完之后呢，就是拿仁波切呢，又是做一个缘起的缘故，所以呢，就是把亲友书呢，就开头的部分呢，稍微念了一点点，然后就念到说，就是开头呢，就是梵语亲友书的梵语呢是设置达雷卡，那就是呢译为呢就是亲友书，然后讲到说顶礼文书童子，那威令堪得善妙者，悉服我依佛尊说，稍许即成圣梵音，吾当恭敬而谛听。这就是结束了缘起的部分。那我们接着讲说，因为呢，就是解释这个亲友书呢，我们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那人们接着说呢，他是尽他的能力呢，就是好好的为各位解释。那当然呢，在座的各位呢，也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呢，在听述这个亲友书。那人们接着讲说，他能够讲解呢这个亲友书的部分呢，其实呢，最主要呢都是因为人们他自己上师的这些恩德，并不是说他自己呢有什么一些特别的智慧呢，或是功德来讲述。但是呢，不论怎么样呢，就是因为呢大家能够听，那我也能够讲解的缘故，所以我们彼此呢就是透由这个讲述亲友书，以及各位呢，来听闻亲友书呢，我们彼此呢都累积了无量的功德。那我们就将这些所听闻还有所讲述的这些功德呢，然后回向世尊的圣教呢，能够久住。那三界法王圣后发大师的教法呢，也能够长久住世。那也希望说法王还有一切呢和我们有缘的根本上师呢，能够法体安康，长久住世。那他们的心愿呢，也都能够成办。那除此之外呢，也希望说一切的持教善知识呢，他们也能够法体安康，长久住世，他们的心愿也能够成办。那除此之外呢，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呢，也希望说他们能够长寿无病，他们的心愿也能够快速的成办。那各位所在的地方，台湾以及说我所在的地方印度呢，希望说台印等一切的国土呢，都能够战争极易消灭，然后一切呢都能够国泰民安。那也希望说有恶心还有恶行的这些有情呢，他们心中的恶念呢，能够快速的熄灭，然后升起菩提心。那总而言之呢，将我们所行的一切的善根呢，都回向无上菩提，然后希望说一切的有情呢，都能够快速的成就佛果位。那除此之外呢，我要谢谢大家，因为呢，就是有你们呢听法，有你们听法呢，那因为透过讲解亲友书呢，我自己呢也可以累积很多的福德。那透过这一点呢，就是谢谢各位。那另一方面呢，也是学习大家呢，也是学习自己呢，我能够讲亲友书，然后也学习大家呢，能够就是这么努力的在听闻就是亲友书，所以在这边呢，很高兴，然后所以呢，再跟大家说一次谢谢。谢谢仁波切。谢谢仁波切。
他这呢，老师，咱别把我记得的看把当公路上是了手法，大恨菩萨。萨。他根据技术到了见给我的他们就让我都从这个给我。我刚刚知道我把的大概给我找我的个上，直接让我。我愿将在我当决定下我当接受一人回去。给我从这大概介绍我他们就做为成就全部。还认为可以性感说看到的我们的。这是我的这叫做下边是的把做登记就因为应该的话。应该跟对为主给一些质量不，结果真把专业下定说，那么一旦那么就进了的，这种我所讲嘛，而且广播叫我也是你估计。愿至尊上师吉祥寿，净善事业广传十方界，贤惠教法每登13地，未能随从彼等精进学，我将此等善感见。他关键嘛，咱就就是能看那把的，主要就是当年那个呢，周围都颜色或者说，我念到了头几期。我怎么解读解呢？谢谢仁波切，谢谢念扎啦。头几期。谢谢仁波切，谢谢。